就会知。
遥望夜路远，那不渡流大风大雨。那的体会，伤心的感情，那的历史，上水的风景。我是啥人的风景，啥人是我的红颜，有人的人才能讨厌。这门三年，是伤悲还是欢喜？你是啥人的风景，啥人是你的红颜？爱要三千人，总是一时，总是放弃。哪会知影，以后有关系？每一款的错误啊，每一款的错误啊，我头是拢是人生美丽的风景。谢谢，谢谢。这首歌也有一段蛮有意思的小插曲。这首歌是我所有10首歌里面录了最久的一首歌，就一直找不到感觉，然后也一直达不到老师要的标准。那也是后来。可能之前会想说啊，前面要怎样唱啊，后面要怎样唱，反而会唱不好那首歌。那有一天是在我们录音的最后一天，老师我们就重新把这首歌从头来一次。当时就尽量让自己不要有杂念，就很心平静气的闭上眼睛，然后唱完这首歌。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甄凡老师流眼泪了。对，那当下我就递了那个面纸给老师。后来老师小说还蛮有意思，就是第一次录音是制作人哭，然后歌手递面纸给他的。对，这首歌，那这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，就是不管你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好或不好。那如果经历不好的时候，不要太沮丧，因为其实这一切都只是过程。我头是拢是啊，什么？人生，这一切都是人生美丽的风景。谢谢。